立法院伫今仔日进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的表决，这若被合作，这7位被提名人拢无通过。总统府表示讲，大总统对这个表决结果表示遗憾甲担忧，也强调会造成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，损害到人民基本权利。行政院也批评南北抄打宪政情势。 立法院会议5进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，最终结果包含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、苏颂娥这5个人拢得到51张同意票，59张无同意票；陈淑荣26票同意，82票无同意；詹振英是26票同意，81票无同意。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全部被否决。针对这一次赖清德所提名的大法官，台湾民众党 全部不同意。如果都是推荐一些绿油友，甚至检察官可以来担任这个大法官，而且司法院的院长，这个表示法界无人。原先团是国民党、民众党可能放行1、2人，不过最后因为各自决议全部封散。也国民进党团对陈淑荣、詹振英2个人采取开放投票，竟然出现81张甲82张无同意的票数。不过民进党团议员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政治操作。 他不是在划拳比数字，不是在比大小。如果蓝白说不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，这种数字游戏上打转，本质上就还是一个政治的操作。对立法院搁再封杀大法官的人事，总统府讲，赖总统表达真大的遗憾加烦恼，也强调造成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，损害人民基本的权利。行政院是批评立法院已经无理性讨论的空间，也点名国民党甲民众党差大宪政的精神。也若根据宪法诉讼法现行的规定，参与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使在10人以下，准现任大法官只有8个人，这摆大法官人事案已搁被封杀，宪法法庭依然是无法度运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